你見到呢個 video 唔係偶然嘅，亦即將會發生一段好有安全感、好有愛嘅一段關係。無論之前發生過啲咩好，你都值得擁有一段好美好嘅愛情。我幫你重新連結你對愛情嘅希望、生活嘅點滴，有過去曾經被愛嘅畫面、感覺，俾人呵護住、保護住，或者你早已經忘記愛情嗰種溫熱、嗰種溫度，唔緊要。原來你焦慮、你擔心嘅時候，係會有人同你講唔緊要。你開心嘅時候，有人同你一齊開心慶祝；你發光發亮嘅時候，會有人同你驕傲，一齊開心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愛情，大家有交流，有開心唔開心都可以一齊溝通。你唔需要驚被拋棄，唔需要驚你嘅愛唔被接受，因為大家感受到大家。